原來響近10年間，世界各地所謂嘅民主運動背後所得嘅贊助資金，都係藉住美國販賣毒品所得嘅。其實對於美國嚟講，幕後收買議員、學校、專業人士、教授或傳媒等，藉住迂迴及錯綜複雜嘅帳目嚟提供資源，往後就能夠掩飾雙方嘅關係。但係對於美國需要藉着大量資金嚟收買黑社會組織嘅話，走私提供毒品就係既能夠最有效提供利益去到呢啲黑社會，另一方面又能夠隱瞞大量巨額資金嘅帳目，令警方難以追查黑金轉帳嘅情況。如我所講啦，呢一步咧第4步嘅話咧，當然啦，黑社會更加 Freemason 好容易藉住威脅方式要佢哋做嘅，因為我相信佢哋都未必想做。當然啦，開頭或者都會做，但係後尾做可以發現其實滅咗自己嘅城㗎咯，係咪？但係因為 Freemason 實在有佢太多痛腳啊嘛，Freemason 係負責俾毒品呢啲咁嘅黑社會㗎嘛，好多三不管嘅地方真正操控佢哋係乜嘢？自2014年9月28日香港爆發佔中運動後，就陸續應驗日華牧師嘅分析。就如烏克蘭嘅顏色革命一樣，唔少黑社會勢力被幕後嘅資金推動，參與響佔中與反佔中當中，藉住推動唔同嘅暴力衝擊，製造香港混亂嘅局面。與此同時，亦應驗日華牧師嘅分析，響佔中運動發生嘅同時，中國廣東省、香港及澳門等地不斷破獲多宗販毒罪案。明顯地，一方面趁住佔中運動嘅發生，另一方面，響幕後資助嘅人同各地嘅黑社會，趁住聖誕節假期來港販毒及獲取資金嚟資助佔中運動。例如2014年12月7日，香港警方拘捕一名自稱佔中支持者嘅男子，響網上號召同組織，意圖於聖誕節假期煽動市民組成攻擊隊圍堵旺角同衝擊立法會等。至於該名男子曾於2008年藏有危險藥物及盜竊罪被捕。該名男子喺網上詳列部署行動，包括煽動市民於聖誕假期連續3日響佔領區大搞領袖派對，更將參加者分為6組攻擊隊，預計每組60人，又列明每組進攻方式，包括用鐵筆、錘仔及磚頭發動攻擊。負責後防嘅有長棍組，仲有持鐵鋼木板作護盾嘅前排攻擊手，另有購物組等，並提醒參加者準備重裝保護。警方重申，絕唔容忍任何暴力事件，任何人如有違法行為，警方必定嚴正執法，採取果斷行動，以恢復社會秩序。原來早於2014年9月中，當佔中運動未發生之前，深圳海關集運發生史無前例嘅塞關風暴。深圳海關突然嚴查所有入境香港嘅快遞貨車，有貨車響皇崗及深圳灣被扣關長達7日仍未清關，導致唔少要委託集運到香港嘅淘寶物品嚴重延誤。多間受歡迎嘅集運公司決定無限期暫停發貨到香港。有港人因結婚用品被扣關，心急如焚；更有港人直接上深圳取貨。原來呢種史無前例嘅塞關風暴，事源深圳文錦渡海關查獲2噸假幣及幾百公斤冰毒毒品。由於事態嚴重升級，文錦渡封關，報關行全部停止作業。多間快遞公司都受到有唔同程度嘅延誤，所以響佔中運動未發生之前，幕後黑手仍然率先大量走私毒品來港，似乎為要將要發生嘅佔中運動預先鋪路，收買黑社會介入。除此之外，正值佔中運動發生嘅同時，香港及鄰近地區等地不斷破獲多宗販毒罪案。2014年11月14日，澳門司警根據線報偵破一宗販毒案，搜出80多包毒品冰同 K 仔，約值14萬港元。11月22日，廣州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副局長陸豐透露，該市警方自4月開展6大專項行動以嚟，繳獲各類非法槍械1429支，彈藥20.2萬發，各類毒品超過2噸。期間，廣州警方搗破製販毒團伙140個。11月26日，廣東省公安廳僅用4日，連續破獲3宗公安部督辦目標毒品案，繳獲1.7噸氯胺酮毒品，俗稱 K 粉，頭鋪滿20多平米地面。警方共抓獲犯罪嫌疑犯53人，手槍1支，子彈5發，總值超過150萬元。2014年11月26日，廣東省公安廳披露，
自2014年9月29日即佔中運動發生嘅同時，公安部開展8成禁毒會戰以嚟，廣東警方共偵破毒品案件3800多宗，抓獲犯罪嫌疑犯人4400多名，繳獲各類毒品約6.5噸。廣東警方表示，警方將不斷進行禁毒嚴打鬥爭。11月27日，日本當局響橫濱市拘捕2名持香港特區護照嘅中國男子，檢獲80公斤毒品，核市價接近3億7000萬港元。橫濱地方檢察院已對2人作出起訴。11月28日，內地公安響近月進行大規模掃毒行動，其中深圳公安共破獲超過4200宗案件，繳獲4200多公斤毒品，刑事拘捕4800人，搗破近8個犯罪集團。12月3日，針對粵港澳跨境犯罪嘅新特點，廣東省、香港及澳門3地警方開展代號為雷霆14嘅大規模統一打擊行動。截至12月1日，警方搗破38個有組織跨境犯罪集團，共檢獲各類槍械188支、子彈67525發，各類毒品1253公斤。2014年12月4日，警方分別響上水同大圍破獲2宗毒品案，拘捕6名男女，檢獲總值500萬元嘅可卡因同霹靂可卡因。12月6日，響香港國際機場檢獲約7公斤懷疑可卡因，市值約748萬元，並拘捕1名從巴西聖保羅經土耳其伊斯坦堡飛抵本港嘅疑犯。香港海關會繼續留意毒品走私嘅新趨勢，制定合適嘅執法策略，同時亦會加強與外地唔同執法機關嘅情報交流，共同聯手打擊國際販毒活動。同日，海關響羅湖管制站檢獲約3公斤懷疑冰毒，並拘捕1名43歲女性入境旅客，檢獲毒品市值約120萬元。此外，12月7日，屯門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進行反毒品行動，突擊搜查屯門寶田，響單位內檢獲約10克懷疑冰毒及一批毒品包裝工具。3宗販毒案共檢獲7公斤懷疑可卡因與3公斤懷疑冰毒，市值逾868萬元。12月8日，香港海關響香港國際機場檢獲約9公斤懷疑可卡因毒品，市值約1000萬元，並拘捕2名同行抵港旅客。該2名被捕人士從巴西聖保羅經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扎比飛抵本港，其中1名女子將行李寄艙時，發現行李內有12罐罐頭水果，經詳細檢查後，響罐頭內發現藏有該批毒品。同日，黃大仙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於區內進行反毒品行動，發現1名18歲青年身上檢獲約150克懷疑氯胺酮，俗稱 K 仔，市值約18000元，足以涉嫌販毒，將佢拘捕，帶住扣留調查。同日，警方根據線報，響筲箕灣耀東村耀華樓拘捕1名15歲少年，少年涉嫌將與家人同住嘅單位變成毒品分拆中心。警員響其屋內搜出130克機仔，再經進一步追查後，檢至興華村拘捕1名涉嫌販毒男子，為黑社會骨幹成員。據悉，疑犯涉嫌操控多個少年販毒，其中年齡最細只有13歲。12月9日，香港海關響機場破獲歷來最大宗冰毒案，檢獲104公斤冰毒，市值4200萬元。關員響5批由深圳經香港準備轉運往大馬嘅濾水器拆開檢查，響51個濾水器嘅濾芯金屬管中發現該批冰毒。12月10日，警方響上水石湖墟進行反毒品行動，檢獲約30克冰毒，總值約12500元。12月11日，警方毒品調查科行動組探員響機場寧紀大堂截獲1對男女，響2個行李篋暗格共檢獲19小包冰毒，共5.4公斤，市值210萬元。12月12日，廣東汕尾陸豐高速路警力合圍緝捕大毒梟，毒販仍試圖逃出電擊棒同催淚車拒捕。持續約20分鐘嘅過程中，警方共開5槍，2名毒販一死一傷。警方繳獲冰毒30公斤，響陸豐嘅冰毒交易價格係3萬元1公斤，但係走私到咗江蘇就賣到每公斤9萬元。如果讓30公斤嘅冰毒流響市場，總值270萬元。12月16日，元朗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
突擊搜查元朗大井圍一村屋，於屋內檢獲約90克懷疑冰毒、約60克懷疑 K 仔、少量懷疑可卡因、大麻同五仔，市值約52,000元，以及2支仿製 AK-47步槍。正值佔中運動發生嘅同時，香港周遭等地嘅販毒罪案不斷增加，明顯地，佔中運動背後嘅資金來源，似乎與黑社會同毒品確實有密切關係。相信響聖誕節假期，針對打擊販毒活動，定必令佔中運動嘅資金供應造成重大打擊。響佔中運動發生嘅前後，大量唔尋常嘅毒品走私同龐大，顯然就係幕後操縱者為到藉著提供毒品利益，成為收買大量黑社會介入佔中運動嘅有效渠道。因為嗰啲就係一啲可以話死人嘅錢，去推住呢一班嘅學生啊，即係食飽飯冇事做，讀書又讀唔成，就喺度走出嚟話求公平。即其實就係根本背後咧，係拎佢哋個樣出嚟，拎佢個名出嚟去呃住普世嘅傳媒。因為傳媒記住，全世界嘅傳媒都其實係夾埋咗，俾 Freemason 買起咗㗎嚇。因為所以變咗，你會睇到好簡單啫嘛，就係因為咁樣嘅時候，你會發覺咧，原來佢買起咗幾樣嘢就已經搞掂晒呢個世界，因為有錢啊嘛，係咪？譬如傳媒娛樂買起咗，咁你諗下嗱，如果佢真係買起咗傳媒娛樂，咁你諗下美國咪好多嘅大欺騙咪可以做到啦？我講緊咧。勁到咧，由我哋所講嘅最基本嘅欺騙咧，都做到。由最早嘅上月亮啊，太空人上月亮只係和路迪士尼拍出嚟啫嘛。所以你要睇到有幾次我哋講緊太空上最大嘅行動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嗰陣時個總統，你發覺佢哋係其實喺人哋 Sony 或者和路迪士尼嘅 studio 嗰度嘅當時。你睇翻佢哋空軍1號嘅行程你就知道。